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嚟好冷天文台嘅頻道。我哋關注一下落雨啊！天文台晏晝5:05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，表示廣泛地區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每小時超過30毫米嘅大雨，雨勢可能持續。而天文台亦都發出雷暴警告，有效時間延長到晏晝6:30。背咗偏南氣流為廣東沿岸帶嚟大驟雨同埋雷暴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驟雨同埋雷暴，初時雨勢頗大，氣溫27至31度，吹和緩南至東南風，初時風勢清勁。預料未來2-3日仍然受到活躍偏南氣流影響，咁香港會有幾陣驟雨，週末天氣會比較好一啲。咁預料下週中後期高空反氣旋會增強，天氣會漸轉酷熱。喺雷達圖，我哋可以見到今日不時都會有啲雨帶生成並趨向北移動，影響香港。而喺晏晝約4點左右，一道雨帶向北移動，並且亦為本港帶嚟大雨。呢一道雨帶現時已經係進入新界，並且係有所減弱。不過預料佢仍然會向北移動。咁會喺短時間內為本港帶嚟大雨，不過雨勢會逐漸減弱。預料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大概會維持多1個鐘左右。而喺256公里雷達圖可以見到廣東沿岸持續有雨區發展，不過呢啲雨區較為零碎，不過強度都相對比較強。預料今明2日仍然有幾陣驟雨。呢條片嚟到呢度，中意條片記住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